随着淡切过节有条件开放以后，新的文化创意商品嘛对咧上市。其中一款由文化局甲树顶行政局合作所推出的大德公粉药，以护理顺啊作为口号，就希望大德公保庇台湾红叶顺顺顺。其中五位特嘛特别到安平古堡来宣传这款将宗教文化甲红叶观念结合的新产品。坦白讲，我们防疫工作要做得好，但是市民朋友的身心也要顾得好。那尤其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医神保生大帝的益生菌果冻哦。那事实上这也是另外一个文创产品。那刚好配合我们防疫的这个主题，那能够感谢我们辛济公他们提供这个保生大帝的圣像它能够让我们可以跟宗教，也可以跟我们防疫观念来结合，在观光景点做最好的防疫健康游，欢迎大家来。但是一定要做好自己的防疫措施哦，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那进出的时候扫一个 QR code， 我想说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保证大家也开心。文化局表示，粉叶这款文创商品目前除了安平古堡，也有赤坎楼等8位古迹会当买到。同时，防疫期间嘛提供网络落单，提醒民众到观光景点一定要遵照防疫规定。今日新闻，顾文吉采访报道。